巴菲特嘅信徒變得十分興奮，巴菲特嘅信徒真係成日興奮，巴菲特嘅信徒越嚟越興奮，巴菲特嘅信徒真係興奮，喺度偽裝慈善家，請俾啲錢捐去巴基斯坦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講個笑到喊嘅騙局故仔，唔係笑佢咁蠢，而係笑班騙子。佢哋連股神巴菲特個名都敢用嚟炒冷飯，真係創意多過七仔嘅斯諾兵。話說最近有班巴菲特信徒喺社交平台度招搖撞騙，人捐錢俾一啲聽都未聽過嘅慈善基金，搞到連我隔籬屋位陳師奶都中招。等我同大家拆解呢場愛心變水魚嘅操作啦。第一章，騙局開場白似足 TVB 台慶。話說陳師奶上個月收到個自稱巴菲特亞洲慈善聯盟嘅私信，開場白威過台慶。尊敬嘅善長仁翁，我哋係巴菲特先生親授嘅價值投資團隊，致力用股神智慧幫助貧困兒童。你哋啲善心加我哋嘅理財，等於改變世界，仲附送張 P 圖 P 到阿媽都唔認得嘅合照。班人將巴菲特個招牌笑面埋伏係堆西裝有中間，效果浮誇過陳奕迅首歌浮誇。着最閃的衫，扮十分感慨，有人來拍照要記住插袋。最抵死係個 logo 設計，左手擔住支雪茄，即係巴菲特個標誌，右手托住個非洲細路，下面仲要加句英文 Giving while growing。陳師奶睇完即刻讚嘆，哇，國際化過個仔舊屎份 IB 功課啦，完全唔記得巴菲特本尊出名孤寒，唔係，係出名精明，邊有可能隨便授權俾佢來歷不明嘅組織。第二章，慈善報告播過茶餐廳餐牌，班騙子第二日就寄嚟份慈善年報。入邊嘅數字誇張過深水埗明哥派飯嘅排隊人龍，話上年籌到5億美元幫300萬兒童脫貧，效率高過社署派綜援。但係陳師奶眼嚟發現，報告入邊將收支表嘅字體同佢個孫用 Word 整嘅生日卡賀詞一式一樣，仲要將行政費寫成價值投資管理費，真係人都要跟潮流。最搞笑係有張所謂非洲義診嘅宣傳活動相片，背景嗰棵樹分明係元朗錦田嘅百年老榕嚟。第三章，名人效應似足明星相。呢個騙局咧，最絕係定期上載啲巴菲特金句，將股神講過嘅投資建議全部改成慈善版本。例如原句別人恐懼我貪婪，被改成為人哋吝嗇我慷慨。投資要長線，變成行善要計複利。最離譜係將巴菲特將食麥當勞嘅相 P 成捧住個捐款箱 ，caption 寫住漢堡包嘅價錢改變命運嘅價值。咁現實中巴菲特真係會計較漢堡包有冇加價咯。仲有個見證人環節啦，請嚟個自稱曼谷華僑嘅黃小姐拍片話，佢之前咧捐咗10萬蚊，跟住個基金用巴菲特方法投資啦，半年咧就揾到100萬捐俾孤兒院啊！但係眼利嘅網友發現咧，條片背景音居然有廣東話叫賣魚蛋燒賣，明顯係深水埗街市取景。後來先踢爆，原來個黃小姐根本係旺角嘅臨時演員。第四章，心理攻防戰似足追女仔，班騙子嘅攻心計簡直係 PUA 教學級數。一名人光環日日 send 巴菲特新聞，等你潛意識將佢哋同股神掛鈎。二，稀缺嘅效應，最後3個慈善合夥人嘅名額，明明個 group 咧有成500人。三，從眾心理，整假對話記錄，10幾個賬號輪流講已捐加1。四，罪惡感綁架，巴菲特90歲仲做緊慈善，你忍心睇住個細路挨餓，捉心理等個 group 嘅人爭住去搶咯。第5章咧，拆穿西洋鏡嘅轉捩點，電視穿煲好搞笑啦。有日陳師奶個女翻嚟食飯，見到阿媽手機個捐款頁面，突然大叫：啊媽，呢個 www.buffettlove.charity， Buffett 串錯咗啊！巴菲特咧英文咧就係 Buffett 多個 T 嘅，即係話連基本功課都未做足啦。巴菲特咧就變成自助餐啊！跟手個女咧用 Google 反向搜圖，發現所謂非洲學校嘅相，其實係偷某個 NGO 2017年年報嘅圖片，而巴菲特親筆信簽名，
同真正嘅股神簽名差天共地，真跡個 B 字圓潤似 BB 肚腩，假嗰個簽到似醫生開藥單。陳師奶如夢初醒，早知去俾中環嗰啲簽名鑑證專家鑑證啦。對中章呢，現代版狼來啦！呢單笑中有淚嘅騙局呢，其實反映3個現代社會嘅荒謬。名人崇拜症，連慈善都要掛巴菲特頭賣愛心肉，速食慈善官，以為撳幾個掣轉賬就等於做善事。數字障眼化呢，見到報告有幾百萬受益人又唔去查證啦。記住啦，各位，真慈善機構呢，一定有註冊編號呢，查香港社聯網站即知嘅。巴菲特嘅真慈善呢，係透過 Bill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呢嚟運作嘅。遇到投資加慈善打包嘅宣傳要好小心，可能有機會係龐氏騙局。順帶一提，呢個最人所共知嘅奇案，如果大家有興趣，可以留言講俾我哋知，搵一集嚟傾下。最好嘅防騙又想做善事嘅方法，就係親手去做義工，保證冇中間商賺差價。呢單 case 入邊，位陳師奶本來都幾醒目，但佢心長遠，有善心，又唔想推人，最終後悔已經太遲。講起心長遠呢，其實街坊之中真係有好多好心腸嘅人，親戚朋友要應急，大家都義不容辭。但係現實就係有好多時就因為呢一個借錢俾親戚朋友嘅舉動，搞到連關係都冇埋。呢啲案例真係多。好簡單咁講個例子俾大家聽啦。有位楊太，10幾年前佢老公嘅外甥女想借一大筆錢，於是同楊太講，佢個仔生意失敗出咗事，要救命，好唔掂，要借6萬蚊周轉。叫舅母唔好講俾舅父聽，因為楊生份人一定唔肯借錢俾人，而楊太心長遠就將自己成副身家，所有成世人慳落嚟嘅積蓄攞晒出嚟借俾佢，之後財到光棍手，一去冇回頭。因為楊太一路瞞住佢老公10幾年咁出聲去追，佢一路盼望呢個外甥女會自動還錢，因為經常都會見到面，每見一次面佢個心口就痛一次，又唔敢搞大件事。所有嘅責任攬晒自己身上，一個老人家背負住呢一個心理負擔10幾20年，到今時今日呢個人仲一樣大無私樣出現喺老人家面前，若無其事。楊太個女忍唔住見到老人家唔開心，就直接問呢個表姐，佢竟然係話完全唔記得有呢回事。佢話而家好好環境，隨時10萬蚊都喺身，如果有做過，一定攞出嚟。佢而家好巴閉，大把錢，唔需要人嗰幾萬蚊，仲理直氣壯咁大搖大擺，好似好冤枉。而呢個楊太完全係唔敢出聲，借咁大筆錢俾人仲驚過個債仔，因為喺佢老公面前，佢做錯咗一件大事。如果楊生知道佢瞞住10幾年，借咗咁大筆錢俾鄉下個親戚，一定好激心。雖然話幾十歲，但係始終都係有條刺。因為呢啲嘢應該大家坦誠面對。夫妻之間唔應該心軟，就令到自己萬劫不復。所以大家心長遠嘅話，都要諗一諗自己嘅狀況。如果真係好想幫人，你要三思。一係預咗筆錢冇噶啦，收得翻就係 bonus。如果反面親戚朋友都冇得做，咁又何苦呢？借錢俾人到頭嚟，受罪嗰個係你自己。呢個世界就係咁。大家如果有遇到過呢啲經歷，希望你留意將痛苦轉化為力量。我搵日叫楊師拉去鵝頸橋底打小人，順手幫你哋打埋。講到呢度呢，你一定會問下陳師奶點解唔索性去報東張？我靜靜話你知，其實佢又係冇講俾個老公聽，費事要戴帽笠住個頭，就算係個背影，幾十年夫妻又點會唔認得啊？所以就驚搞大件事咯。行善積德最實際嘅方法有好多，例如去深水埗幫襯明哥派飯盒，好過貼錢俾人買遊艇啊。其實班騙子咧最強係創意，如果咧呢啲橋段用嚟拍《溏心風暴之慈善風雲》，肯定好睇過原版啦。不過話時話咧，陳師奶而家學到嘢，改為每月去深水埗幫手派飯。佢話咧，至少見到個飯盒真係入咗阿公阿婆個肚，好過望住啲數字遊戲。呢個可能就係最實際又巴閉嘅價值投資啦。捐錢變水月變咖啡，望這串錯字，不飛顛不飛，愛心要大眼，未亂心靠愛替身假過華仔，捐啊捐，捐俾老千買船，醒啊醒，死目先知冇選求，善心唔係陰人憎，查查手度做精裝。